everyone. Well, first I want to thank you everyone here. Take your time to join us as we celebrate Lunar New Year. As you heard, we a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exciting programs, a lot of activities. Whether you are here for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games, for the delicious Taiwanese food, for the company, or just for the festive atmosphere, we know you're going to have a good time. We know you're going to have fun. I'm sorry. So,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I want to introduce our distinguished guest,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EDCO. So he can give us a few words.大家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哈！新年快乐理事长、各位贵宾、各位理事先生，大家好。我是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副处长朱永昌。那今天很荣幸代表我们伍志祥处长来参加大家的新年的庆祝活动。因为是新年嘛所以我要先预祝大家马年马到成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那很高兴我们台湾会馆能够结合台湾学校华语文中心一起来办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过年的庆祝活动。当然这个也是小朋友们一家人最快乐的一个活动，因为过年通常是我们各种民俗文化一次集体的出现的一个机会，那让小朋友们在这样子的机会里面来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场合，可以跟我们的台北人社区还有主流社区都能够有一些介绍我们的传统文化，让他们认识传统文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当然，我要附带也要恭喜我们台湾会馆这个华语文学校办得非常的成功，所以我们的侨委会有给他最优的这个年度的好评。我不是要来，我是要恭喜我不是要来颁奖什么的。那我知道说这边的我们的这个华语文中心提供的师资也好，或者是中心本身也好，都有非常受到欢迎，非常好的表现。那他们也跟 Google 公司有2-3期的这个华语文的教学，非常受到欢迎。这不仅是让大家学习到认识华语文，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交流。像这样的场合，就是很适合大家文化交流的一个场合。今天不讲太多，那谢谢大家的邀请，也祝福呢今天的活动大家都有一个很愉快、很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新年快乐，谢谢。你们刚刚都听到关于台湾学校的事情，所以你们今天除了吃吃喝以外，不要忘了问关于台湾学校的，有很多 information。好，那我们下一个我们要请我们的侨教中心主任庄主任给我们讲几句勉励的话谢谢我们北加州台湾会馆的廖俊慧理事长，还有我们的佩利校长，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 ，Happy Lunar New Year！ 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参与我们北加州台湾会馆跟北加州台湾会馆 TCML 共同举办的这一场的新春活动。大家知道这个农历新年的过年呢，在台湾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我们能够在海外大家一起团圆来过年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非常的感谢我们北加州台湾会馆呢，一直以来在这边呢凝聚了我们所有台美人。大家藉由这样的平台
来相互交流，更重要的是借由这个平台呢，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主流社区来认识我们台湾文化，来认识我们的农历新年。那我知道呢，今天的台湾会馆跟 TCML 呢，准备了非常多的精彩的活动哦。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哦，满满的人潮，包含了我们过年一定要吃的美食，或者是我们的过年一定要写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吉祥话等等，还有很多小朋友表演哦。我想这个也是展示了我们在海外的一个农历新年的气氛哦。那在这边呢，我要特别代表侨会、代表侨务中心来感谢我们北加州台湾会馆，也感谢我们北加州的台湾会馆的 TCML 一直以来呢，协助我们在海外来让更多的我们的国际友人，或者是我们的主流社区的民众来认识我们的华语文，同时呢，透过华语文来认识我们优美的台湾文化。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代表侨会、代表侨务中心来感谢我们台湾会馆。那刚刚副创有特别提到，台湾会馆呢今年是获得了最优的这个奖项哦 ，TCML 的评核，而且是连续2年，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哦。那我想。台湾会馆的台语学校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海外呢能够知道我们的台语的文化哦，所以说这个也非常的重要。那最后呢，我要再次感谢我们台湾会馆跟 TCML， 也要祝福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在金马年里面，这个马年行大运，然后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然后 please stand as is. We're going to take a picture this way. Okay. Okay, please don't move. I'm going to take a video. Okay, please wave your hand like this. Happy New Year.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Wait a second, one more there. Thank you.